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安，咱今仔日真特别咯，有水无？做水的所在吼。因为咱今仔要来讲这个天顶的家，吼。有想着要讲，为什么有想着要讲着天顶的？咱也捌去过啊，毋知影迄是啥物所在啊，吼。但是有人有想过无？你会当写落来哦，观众朋友，你会当写看觅啊，你有想过无吼？咱老师问的即个问题吼，这要安怎讲？期待哦，嘿对，我来期念啦吼。你期待或者想象未来天堂的徛家是生做怎样安怎吼？反正你吼细汉时阵伫台湾读册嘛吼，嘿，你敢捌读过一个种早一个文章啊，讲吼，阮兜的门口有条细细条的溪，后壁有山坡，山坡顶悬吼开足侪足水的花，头前的溪内面吼有鱼，倒有一寡鹅伫遐游来游去，即个你敢捌读过无？有，这毋捌读过，但是我有唱过，唱过即条歌吼，我家门前有小河流吼，问看觅咱观众朋友来啊。这首歌吼，有可能伫台湾，无伫50年代、60年代吼，一般农村社会吼，差不多是迄种景色啦吼。就是像我细汉时嘛，住伫庄骹，住伫庄骹阵吼，我拢会想讲，都市吼，都市的厝甲庄骹厝啥物无共款？都市较现代，较迄个有足侪较进步现代摩登的设备，是毋是？电动的物件。早吼伫庄骹吼，农业出来庄骹拢大诶厝拢一楼啊尔嘛吼，无可能像市内有楼仔厝吼，嘛伫庄骹诶厝拢简单，伫都市诶厝吼，咱想讲厝咱想好，住了嘛看足气派吼，就想讲后摆我大汉了后，我要住伫市内，要住伫都市，要住迄种甲我庄骹住诶厝无共款。无共款的厝，但是吼，即摆吼渐渐大汉了住伫都市吼，都开始会去想讲，早我住诶所在庄骹那种厝好诶款吼，所以人吼会想拢会变来变去吼。你敢有想讲，即摆咱住伫这都市内面，用即摆大诶厝，后摆你敢有期待讲，如果一天我去天堂了，你想讲，我会徛诶厝，还是你徛诶厝会生做啥物款无？嘿，这吼，我跟有想过迄圣经讲诶吼，足水安尼，但是毋捌想过伊真正是安那水吼，想袂到诶迄种，敢会当想讲，敢会想，朋友诶别庄，迄有钱人诶别庄安尼吼，啥物买啥物就有啥物吼，而且迄物件所有物件你甲伊讲，伊就会开始，伊就比如讲你甲伊讲要啥物电火要讲啥物，用讲诶就好啊。我等下转去吼，他有可能点钟后我转去厝了，我未到厝吼，冷气就开啊，对无？对，就是安尼。我有可能衫要出门之前等伫洗衫机内面，我转了衫已洗好啊。对，毋过吼，迄天堂应该免洗衫对无吼？逐工拢咧唱歌，毋免做代志诶，逐工拢咧做欢喜安尼，可能是安尼。观众朋友，你有想过无？你会当写落哦，你感觉？你天顶有一个，若有一个家诶话，你想讲是安怎生做安怎诶吼？咱来看约翰福音吼，14章1节吼，一段经文吼是发生，你知影吼？昨是种迄个过活节，过活节对。伫迄个耶稣要定是未进前，因有一个叫做搬过节、逾越节啦吼。因伫伊个所在要食饭进前，因知影耶稣要去互人有可能去互掠去定十字架，这是耶稣家己学生讲，我会向掠去定十字架嘛吼。伊学生讲吼，恁的心袂伫背叛，
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吼。大家一句话吼，叫啥物叫八棒？哇，八棒，甲你诶腹肚迄个掰开吗？八开吼，即句八棒是台湾话一句都较早人诶讲法啦吼，即摆无人咧讲啦，但是就是讲吼，你诶心毋通忧伤，啊毋通痛苦，吼毋通痛苦，嘿，吼伊讲吼，你诶心毋通艰苦，吼恁着爱信上帝，啊恁信上帝诶人吼，嘛着爱信我，即我是去指耶稣啦吼，指耶稣。真正诶吼，你若有看到遮尔水诶风景吼，特别艰苦对无？你来厝内住伫即个所在，真水安尼。咧约翰福音第14章第20讲吼，伫我诶爸诶家有济济诶厝体，若无我歹势，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，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吼。伊讲耶稣，伊甲伊讲学生讲我会先离开，但我离开吼就要去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我就是上帝所在，我要去帮你准备后摆恁要去要住诶所在。一般吼，你敢知影吼？伫犹太人吼，因有一个习惯吼，因告诉讲要去娶一个某，去查囡仔因兜讲，你嫁互我敢好？伊讲好。你吼，犹太人伊敢有许娶转去厝里？无吗？吼，因无许传，伊着爱转去因爸爸诶厝，去因爸爸诶厝边仔去起一间厝，就是讲后摆即个囝婿吼，要嫁新娘做个大诶所在。起甲好了后，伊就讲，着来倒来即个新娘，但讲，我厝已经起来，你会当来阮兜住。所以耶稣伊头先讲我要去吼，是要去阮爸爸诶厝遐起一间厝，厝起了，我着要再来带你来。你就是恁后摆要徛诶所在。所以讲即句话，因犹太人因拢知影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啦，吼。是安尼。嘿是。耶稣要去先去准备诶所在，即所在是真好，都是后摆耶稣要干做大诶所在。而且伊讲有济的，毋免烦恼讲买无厝对无吼？即份厝拢足贵诶。免烦恼讲吼，我万够我都无通去住，伊讲一定有通去住吼，一定有。因为足济拢有通住吼，所以毋免惊安尼。所以在迄个14章第10讲，若去甲恁备办所在，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互我所伫地，恁也伫遐。即句话若想有一寡绕口啦吼。是。咱再看先咱再看后一站吼，咱再看后边吼。一句话吼，来，我所去诶所在，恁捌迄条路。耶稣为虾米因头先讲吼，我要去诶，恁捌条路是安怎样？因为伊有甲学生讲过吗？对，伊头先讲过吼，我要去迄所在啥物所在，伊捌会讲过，所以学生拢知伊未来要安怎样吼。来，咱再看后字。是，伊讲伊就是道路真理对无？伊就是道路，伊是道路啦，真理甲活命，一条就是路，一条就是路。来，你讲吼，互我所伫地，恁也伫遐。华语安怎讲？我在哪里，就你们也在那里。是安尼。伊就讲吼，耶稣会讲吼，后摆吼，我伫啥物所在，你嘛伫遐，吼。你想讲应该你捌看过圣经讲吼，后摆诶新天新地生在几款？新天新地就是足水足水。我看种启示安尼讲啦吼，伊有一个城，迄个城是黄金诶城。对。伊诶涂骹吼，就像玻璃海，伊说玻璃海就是像泉州安尼啦吼，看吼足光。咱暗时爱点电火吼，伊讲遐暗时免点电，拢是光诶。对。拢袂暗吼，拢做水。迄个城吼是黄金做，你想恁兜会安怎就啥物来做诶？什么？迄个城是黄金做诶。嘿。你诶厝会用啥物来做？
我厝哦，用钻石咩讲？钻石吗？钻石。钻石。我捌吼伫即个电视啦吼，看到即个阿拉伯啦、阿拉伯吼，遐无多侪种种山石油嘛吼，因拢足好个，吼。互我因兜着那像坐起个厝那像王宫安尼，足水。对，听讲迄钻石吼，有迄主人公吼，主人公出来食吼，足水诶，迄种，咱想袂到。钻石有可能像鸟仔卵足大粒，够可能。可能，我毋知影啦，有可能啦吼。对，而且拢是迄个细格格，可以咱起来起厝对无？所以都有分哦，系啊，人讲主人公后下骹所迄个钻石啊，那伫主人公下骹足水，迄种可以咱起来起厝安尼。起厝做裤脚啦，做裤脚你搭啦吼，伊讲吼，裤脚是玻璃海嘛吼，有可能裤脚就钻石。所以选择你搭伫裤脚顶做地砖吼，做裤脚会砖啊。是，真正是想袂到吼，比这个较水诶款哦。而且进前吼，耶稣阁有讲，伊要去批判迄个所在对无？伊去了要阁来吼，伊要阁来带咱去哦，所以毋免惊讲是去对。毋免惊讲吼，万不如讲伊要去着咱知影吼，有。毋免烦恼讲，咱到时袂去路面啊行，伊会得带咱去，吼。真正诶，足好诶吼。是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所以耶稣伊虽然去用定死，但是伊3工了搁活了呢，伊是去传所在哦。去我对。耶稣搁活了吼，伊上天吼，伊搁活了有40工伫地面，了上天，伊讲伊要倒来。对吧？伊要倒来，伊要倒来诶时阵吼，有可能是历史诶，咱历史拢是过程嘛吼，有可能是历史诶上个尾啊，有可能啦吼。伊讲来是要带咱去甲伊做伙大，所以我爱想啦，因为咱拢想足水，有可能世界所有诶水吼，无上帝耶稣哩上帝遐会水。所以我在想讲，有可能，你甲我想的迄个天顶的徛家拢无共款，但是我话是，什么徛家上水？什么徛家上水哦？这毋知影，做歹讲诶，看在人诶对无吼？迄个分享我问你啦吼，你感觉安怎是上幸福？上幸福哦，就是规家伙仔拢做伙啊。规家拢做伙嘛，对无吼？对，规家拢做伙吼。我会想象吼，讲什么所在大是上介好？什么所在大上介好？就是有上帝诶所在，有规家伙仔拢伫诶所在。像我即阵要看爸爸搁足远诶吼，拢无法度看安尼。迄个上幸福是甲厝诶人住做伙是上幸福嘛吼。我是安尼想啦吼，甲厝人住做伙是上幸福，甲家己上好诶朋友去佚佗是上好，所以上好佚佗所在，无一定什么所在是上好诶所在，对吧？吼。如果天顶迄个徛个，我想甲耶稣住做伙，迄个厝是上介好诶。真正诶吼，有耶稣住诶所在，就是天堂。天堂。有耶稣伫地诶所在就是天堂。住水住歹就会输，因为你甲咱兜人住做伙是上幸福诶。甲上好去朋友佚佗，迄是上好诶所在。甲耶稣住做伙，迄个所在就是天堂，迄是上好诶所在。真正诶吼，所以老师，你有想过去天堂？你诶厝是生做安怎诶吼？有画过？因为吼无法度想象啦吼。早吼看圣经讲吼，迄个城是黄金做诶，裤骹是钻石做诶。到尾发现讲即种厝吼，哪想离迄个中东吼，产石诶所在吼，伊那种大嘛，像安尼呢，安尼无够好，安尼无够好。
咱想袂到诶哦，吼，你想真是，袂到的。有一天咱就会当看到安尼，所以真欢喜吼。咱后礼拜呢，老师要甲咱讲安怎去迄个天顶诶厝，对无？咱天顶有一个厝哦，耶稣嘛讲吼，伊会传一个所在互咱哦。啊，但是要安怎去诶？所以咱后礼拜个继续来，支持吼，继续来听吼，继续做伙来讲台语。来，文姐吼，来，今仔有教一句台语吼，叫八百。叫做什么？八百，你对对对，先卖啲八百吼。八百，对，八百，八百，看卖哦，八百加八百。你个先卖啲八百吼。对，这个八百是啥物意思诶？大家敢有听真足啊？考试，老师要考试是毋是？啊，今仔教师知吼，会当伫即个留言顶下写啦吼，八百是啥物意思？对，答对有礼物吼，安尼八百是啥物意思？好，安尼真欢喜，今仔日老师甲咱讲诶，耶稣批判一个所在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甲咱空中个继续讲要安怎去天顶诶厝吼。这个节目是台南诶新教会甲泰国启蒙基金会做伙联合主持诶，咱要用台语来讲圣经，用台语来开讲欢迎观众朋友，你若想要听啥物，会当甲阮写落来哦。好，安尼多谢老师，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后礼拜再会。